同大家介紹呢個位於雲地利道35號嘅金山花園。呢度呢，總共有2座單位，樓高20層，總數呢有160伙。金山花園呢屬於跑馬地嘅頭段，呢度呢交通方便。前面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巴士總站同電車總站啦。呢度附近呢，環境清幽。旁邊呢度係馬會啦，同埋呢度有好多銀行、食肆，仲有一個黃泥涌市政大廈。呢度呢有濕貨嘅街市、圖書館、運動場同埋熟食中心。而雲地利道呢，綠樹林蔭，環境清靜。而呢個位置呢，就係金山花園嘅入口同埋停車場入口。金山花園呢，住咗一個好出名嘅住客，就係香港嘅玉女掌門人周慧敏小姐啦。地下嘅入口大堂，而家嘅身處位置呢，就係平台花園。金山花園呢，係1983年落成嘅，樓齡42年。地下嘅入口大堂，信箱嘅位置。介紹呢個單位呢，有959尺，屬於3房1套嘅設計。另外呢，仲有露台、工人套房同埋車位添。呢個單位呢，業主叫價1850萬，19000幾蚊尺。帶大家慢慢參觀下呢個單位先啦。由大門口入到嚟，我哋先經過呢個玄關嘅位置。一入到嚟呢，就有一個方方正正客飯廳。而呢個客廳呢，有2組嘅大梳化，連接住一個落地玻璃嘅弧形露台。帶大家睇下呢個景觀先。景觀呢，就望返跑馬地內街啦，同埋少許嘅馬場景。露台嘅景觀，客飯廳呢，方正實用。呢2組嘅梳化對住呢個電視櫃呢，亦都有一定嘅距離。而呢個飯廳嘅位置，亦都有一隻對流窗。帶大家參觀下主人套房先。入主人套房之前呢，呢度亦都有一排嘅櫃桶，儲物空間非常足夠。主人套房呢，有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。呢度呢，亦都擺到一張書台。而床嘅旁邊呢，亦都有一大組嘅衣櫃喎，方正實用。主人房浴室有一大排嘅鏡櫃、洗手盆、浴缸，上面有一個小嘅窗戶。咁我哋再睇第2個房間。房間嘅入口呢，亦都有一組嘅衣櫃。第2個房間嘅景觀。第3個房間，一入到嚟呢，左手邊有一個書台。窗門，而呢個房間呢，就望返自己嘅樂園。房間嘅另一邊呢，亦都有一組嘅衣櫃喎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第2個浴室，上面呢，亦都有個窗戶喎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去參觀廚房同埋工人房嘅位置。
廚房嘅位置呢度有個雙體煮食爐啦，上下兩排嘅廚櫃，呢邊咧就係洗手盆同埋另一組嘅廚櫃啦。而廚房景觀咧亦都望翻自己嘅來源，洗衣機嘅位置。廚房裏邊咧就係工人房嘅位置，擺洗衣機嘅位置同埋工人洗手間。而呢個單位咧，我哋亦都配備有鎖匙，睇樓都好方便㗎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樓嘅話，掃下上面嘅 QR code 啦，呢邊就係 WhatsApp， 呢邊就係微信。我姓蔡嘅，電話95231228，希望見到你哋啦，拜拜。